一開始，咱新聞台咱報道，桃園發生了4堵開車3人死亡的車禍，其中2名是無辜的民眾，所以大家就開始咧討論啦。這麼嚴重，要哪解決？過去1個月，全台灣因為4堵開車弄死的，弄死6個人，彰化無到2個月，就2件4堵的車禍，4個人死亡，8人受傷。即擺行政院通過修正草案，全面咧提懸這個4堵開車的刑度。即擺版本14個版本，上嚴格的就是布坤琪伊講的啊，這若是4堵開車更較嚴重害死人，會當處死刑啦。一大陣檢警當來案發現場，地檢署派出重大刑案專組，市警局鑑識刑事也全部出動，徛佇封鎖線外口詳細檢視，了解代誌頭尾。因為駕駛駕毒賽車弄死3人，互全台灣真着驚。那彰化新北市中和有一對姐妹仔，互駕毒賽車的駕駛弄一個一死一傷。加上桃園這件，1個月內都有6個人去互駕毒的駕駛弄死。行政院今日通過修正草案，酒駕、毒駕致人於死或重傷的情形，增訂沒收車輛的嚴格規定。一方面呢是防止酒駕跟毒駕，另一方面是嚇阻他人無正當理由把車輛任意提供給飲酒吸毒者使用。那行政院立委也攏提案加重刑事責任。針對無條師甲人弄死，行政院分別提懸刑期，分別是5年以下到5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。若是10年內累犯致死，相當判無期徒刑，軍人犯案加重處罰。另外也愛對源頭下手，強制沒收犯罪車輛。立委布坤琪帶頭的提案，分別是1年到7年，以及上當無期徒刑甚至死刑。而且將駕毒賽車獨立列專條，那民眾黨的版本是1年到5年和3年到10年的徒刑，對情節重大嫌犯相當判無期徒刑。毒駕要把它完全能夠抑制下來，不是靠單一一個政策，它需要組合拳。行政院甲立委目前提出14個提案。港新做回提關駕毒賽車的刑事責任。對我個人來講，毒駕就該死啊！我們應該怎麼思考？用最重的方式去處罰、去嚇阻，否則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碰到這個東西，甚至於怎麼樣上癮的自己都不知道。這不僅是悲劇哈，這牽到國家的未來。有背景專業專講從台灣去年5月到今年4月，駕毒賽車造成交通事故的地點整理做一張圖。大部分發生在人口集中的所在，驗過資料並無完整，強姦只是駕毒賽車問題一部分爾。